看到条条古董车体，还有各式各样嘅零件，忽然感觉当上到关外嘅车厂。不过望衣服，两係新竹公林嘅一间汽车零件生产工厂。把这个拆掉，然后2个水箱再比对一下，比对好了之后呢，我再再把它装回去。好。那我看这个水箱架，看不能做互换。工厂之外看唔到新式嘅轿车，拢係1970年以前嘅车款。特別嘅係，除了 engine 同鏈之外，現場古董車做一件模貨嘅零件，數量拢尋得到。我就把这个做互换的，等于说做这样就可以省很多模具费了。工廠嘅生產流程主要係拿到報廢嘅古董車，還有現場嘅授權過後，同現車嘅零件睇到車體，寫到螺絲條條進行複製。有條從啲磨損有嘛，從啲條磨損，因為有啲補損嘛，從裝茶咁樣半斤這樣，因為看有漿嘛，有漿了後乾石膏，乾嚟顯得出來。顯得出來一些用是被按用嘅，就乾加進的，從乾加進就靠過來，按也顯得出來呀，按張可以去做模啊。佢係羅小賢，亦係呢間工廠嘅負責人。後生時本來做染布嘅條路，為下改行裝車。16年前接到一張訂單，對家下開始改變佢事業嘅方向。以前嘅係貿易商嘛嗱你看全部啲 QQ 嘅東西很愛開啊。做嘅時候係自家做物件，發覺呢喺市場嘛動態啊。雖然只有高中畢業，不過羅小賢當有生理眼光，發現國外投稿古董車嘅人當多，現場嘅零件又已經停產，所以佢決定對細零件生產到規個車體。因為呢一張車很多物件很多按 Q 嘅車型啊，佢啲應該快啲，因做嘢應該叫佢買。做啲地叫佢買，做啲叫佢買。見做嘅時候，幾台車做起來，或者去租起來。這邊不一樣。是在拿到現場授權生產一件模貨嘅零件，技術自然無法講。15年來，羅小賢已經成功複製38種古董車，市場包含美國同澳洲。絕對有佢完全控制，你譬如從你嘅高度沒控制，從你嘅線條沒有控制，因為你要講做冇控制，佢都冇嘅呀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完全控制啊，你啱絕對自家啲啊，因為全部我自家檢查呀。條條只要切5色打地嘅鐵板，就會準備要運到國外進行組裝嘅車體零件，甚至還有一條完整嘅車殼，亦係人殼貼片製鐵。莫講唔啲，羅小賢係目前全世界唯一是在生產按到古董車零件嘅廠商。呢一種喺市場係買方市場，沒有賣方市場。有啲你要請啲東西，譬如講呢模咧，是你這樣就，所以你會買啲東西啊，你聽我這樣買啊，這樣這樣，這樣你當多東西啊超過差唔多最少有8種啊磨研究，連正常沒磨，都這樣嚟拿。當然留到愛生產按專業嘅零件，經常用到同現場同款等級嘅機械。不過羅小賢當有自信嘅講，佢有材料用簡單嘅工具生產出專業嘅零件。有片咧我買嘛，你買雕高按新月其實最專業嘛，呢係咪當簡單？實批簡單，係咪簡單？只它上去，按最做專業嘅東西出來呀，這樣一定啦。可以講專門做2台車，它3年還是做得出來，它1年不會超過1年半啦。因為我現在在動啊，我是10幾種車子同時動啊。
罗小贤今比实力创造出仍然2.52个好成绩。除了正确嘅生理逻辑同技術之外，還有佢嘅兩套結合同強力模式，將佢調至每本工廠員工超過50個人，來發揮生態嘅管理效率。工廠木案太緊那些哈，風險也太，人家周轉性也太，風險也大，你人員這些會有派系，那你小單位他就不會，他的向心力會比較高。羅小賢講，佢冇學過企業管理。每本員工用小單位嘅編組，主要係調配作品嘅事，同海軍陸戰區鐵勤區嘅訓練有關。中華醫院作品，馬家仔學啊，潮水啊，啊爆破啊、山訓啊、閃訓啊，全部會學啊。你可以講語言做陸戰呢，你是步兵是步兵啊，傘兵是傘兵啊，我當然唔係大概學啊。小單位啊，它比較靈活啊。你從呢種嘅哈，做呢種多少技術性嘅哈。差不多10個人左右啊，一個單位哈，它的效率這些會很快，而且他們的反應也會比較快。員工在學廚時有心想創業，羅小賢也為鼓勵店同學輩自家開，甚至聽售賣機器做工廠，每下也變做佢嘅下游廠商。過去10年來，羅小賢已經聽售17個員工創業。另外，佢更加透過強力模式，結合超過80間嘅細工廠。成功串聯將近200位嘅無償調價，作為生產線嘅強力後盾。我從來呢一種係塑膠，我做一前做塑膠嘅工廠，從呢有3-4間啊，從做呢一種啊，有啲做呢一種啊，發包俾你做啊，有啲做呢一種啊，係鐵啊，呢有從呢太地啊，油壓機啊，嘅太台啊，有啲係細項嘅，當到東西啊，有啲太差了對啊，會前種嘅東西唔用。冇法都要間工廠做好啊！佢成功企穩美國同澳洲嘅市場過後，接下來羅小賢愛搶攻歐洲，搶到台車就會準備好多車電電視嘅產品，唔單止愛本國客度嘅賣家，看到台灣人嘅功力，又係創造無數傳奇嘅事業。